恭喜發財 ！FL 喺度。嗱，呢條片呢就拖到今日年初8先出街，就唔好意思啦。歡迎嚟到1個禮拜之前嘅深圳北站，而家從地鐵 C 出口落去火車站進站口。上個禮拜嘅今日，即係2026年2月16號，蛇年臘月29啊，咁當日係大除夕啦。咁相信陸陸續續好多人都已經返晒自己嘅鄉下過年噶啦。我就當日先返去，因為當日呢搭車嘅人唔算多，非常順暢。咁春運已經嚟到第14日啦，深圳北站人流呢就同以往嘅平日差唔多。咁初8呢就同大家拜辭年啦，祝大家新嘅一年事業一馬當先，馬到功成，龍馬精神。新嘅一年身體健康，事事順利，最緊要就係成家立業嘅你，馬上有錢，馬上有樓，馬上有車，馬上發。是咁的，春運坐火車又嚟坐商務座啦。我哋入去東廣場嘅 VIP 貴賓室，雖然當日嘅人流唔多，但都選擇商務座。反正呢個全新嘅貴賓室我都未入嚟，就打個卡先。咁台上面有豐富零食嘢飲，咁隨便食隨便飲啊嚇。當你個肚餓嘅時候，仲有茶水咖啡你都可以隨便斟噶。當然千祈唔好攞膠袋帶晒咁多零食，所謂薅羊毛，唔係嘅話就好似呢條友咁樣嘅下場，你就抵死噶啦。求其喺梳化位坐低之後呢，望住大屏幕，我哋睇下今日坐乜嘢車。一陣間就出嚟噶啦。就係尾5嗰行高314次去合肥南方向嘅車，我哋坐到去汕尾站。呢個就係 VIP 貴賓候車室嘅東面。咁我哋睇下廁所，咁非常之新嘅，咁冇異味啦，好乾淨啦，係一定嘅。跟住呢個唔沖廁嘅，塞咁多廁紙做乜鬼？咁就入嚟嘅時候，安檢員俾證件工作員睇，亦都檢票咗啦。咁嚟到12點25分就跟隨車站嘅工作人員呢，就優先登車啦。高314次喺深圳北站中午12點48分發車，所以我哋就提早20分鐘上車。頭先喺嗰個新嘅東廣場貴賓室等車嘅設計就談唔上話好豪華啦，但係佢都係新裝修嘅，咁灰白色設計啦，都係不失大雅。我哋嚟到3B 號檢票進站口，進站搭 lift 落咗嚟月台3號站台。咪住先，架車未埋站嘅。因為呢，做高3142之前，佢要做前續嘅臨時加班列車高4103，由贛州西去深圳北。咁呢個車就嚟自上海局合肥客運段嘅8編成兔仔啦。咁380B 呢就冇必要再介紹咁多啦，反正坐過好幾次。動車7593廣州東去福田1013。哇，好嘈這裡啦，就是第1同第8號車廂前半部分，即係車頭嘅商務座5個位就唔需要介紹啦，都係一個雞蛋殼。後面就1等座，咁準備發車。當然啦，高3141同3142呢一對車呢，其實都係合福高鐵大慢車之一嚟嘅。中午12點47分提早1分鐘發車。先講小插曲先。我本來當日係搭呢個杭深大慢車高3022次去汕尾嘅，但係因為呢，今朝去花墟年宵市場行過龍啦，跟住驚趕唔切啦，就唯有改簽搭呢一班車。幸好呢，大除夕就唔多人搭車，所以呢，車票係好充足嘅。跟住除夕日頭飆到30度，華南 F3 都變 F2 啦，熱到唔似樣。乘務員就送咗一杯熱紅茶，
跟住嚟到送咗一包嚟自華東嘅東脆零食盒。咦，個包裝同我上次坐個唔同喎，質地。其實上海局發嗰啲優選一等或者商務座嗰啲時令小零食係比廣鐵好嘅，入面有沙琪瑪、雪餅等，都係根據唔同嘅季節定製零食，非常之貼心。接落嚟，打開水印，跟隨住音樂嘅腳步，一齊享受一下春運156公里長嘅車程啦。如果深圳羅湖始發嘅話呢，要行廣汕高鐵，相對冇咁直接。第一站係深圳坪山站。車再行多10幾分鐘呢，就抵達汕尾站㗎啦。而家我哋通過就係長沙特大橋，
而杭深線左手邊就係廣汕高鐵，啱啱見到咧又有一隻兔仔經過啦。咁就係由廣鐵營運汕頭去廣州嘅唔知邊一班車啦。列車最終喺下晝1點53分抵達汕尾站杭深長4站台，呢段均速就156。咁由於冇影過離站影片呢，就直接攞高6 446次喺舊年10月初國慶第一日就作補償啦，都係差唔多。呢個時候就開始4日嘅春節旅程啦。每個人曾經自己嘅家鄉都位於落後嘅地方，但係香港有人有官籍，而我嘅官籍呢，就喺汕尾海豐。汕尾喺1988年被國務院列為地級市，取代海陸豐大佬嘅地位。呢一個名源自於明朝嘉靖年代，因為東部沿海地形沖積土影響之下呢，係延伸去到沙龍線嘅尾部，所以簡稱做沙龍。海陸豐話入面呢，線就讀音係汕，係位於沙龍海灣嘅尾部，所以就叫做汕尾。咁尾嘅諧音尾呢，即係代表呢個城市非常之靚，充滿生機同埋青春煥發嘅意思。其中一個較靚嘅景點就位於紅海灣嘅海上古堡啦。海上古堡呢度又可以睇日出，又可以睇日落，邀請下你嘅情侶帶嚟呢度欣賞風光。至於你心情唔開心嘅時候呢，亦都喺呢度睇下海，非常之愜意嘅。海陸豐同潮汕地區嘅關係呢，一般都係語言關係，都係屬於閩南話嘅學佬話分支。但係我哋海陸豐人就叫海豐話，潮汕就叫潮汕話。以前地理管轄呢，海陸豐屬於惠州，咁潮汕係屬於潮州。汕尾海陸豐嘅小食多數都係菜果、小米、印果，以至每晚正餐一定會食嘅大粒丸。咁至於白切雞呢，廣東人年月日一定都食。農曆新年係我哋中國人非常之重視，家家戶戶團圓聚埋一齊嘅一個節日。做細路仔嘅時候，除咗逗利是，返到鄉下又可以自己燒炮仗、放煙花，將呢一個年味變得更加充實。可惜歲月不擾人，出生率開始下降，過年都已經冇以往咁期待啦。而家年代嘅仔女寧願留喺自己城市過年，真真正正休息幾日，享受幾日，都唔會返鄉下見父母，因為好多樣嘢俾太大壓力。父母嘅守舊令你唔想返去過年，令你自己嘅家鄉即係唔係好發達嘅村落或者農田，過年氣氛一去即散。於是有反向春運呢個東西，喺鄉下嘅父母由千里坐火車、坐飛機去到仔女工作嘅城市過年，因為佢哋好忙，咁樣陪佢哋先至令家族嘅關係延續落去。帶父母嚟佢哋嘅城市進行深度遊，感受一下城市風光，城市嘅年味可能比家鄉更好。春節假期已經結束啦，下一個假期可能要1個幾月之後啦。最後感謝 B 站以至 YouTube 嘅朋友能夠睇到呢一刻，已經開咗工嘅你，祝你開工大吉。亦都感謝所有留守喺春運全天候馬不停蹄嘅鐵路工作者，包括火車司機、機械師、維修師，以至信號系統調度指揮人員、列車長、乘務員，或者車站嘅愛心大使。喺呢40日春運入面，能夠默默耕耘，守護每一位乘客能夠安全、平安、溫暖、幸福，將每一個高低收入嘅旅客能夠抵達自己嘅家鄉過年。高鐵動車係國家嘅速度，而普通綠皮火車
係國家嘅溫度，兩樣嘢並存先至係完整嘅春運。最後多謝你能夠睇到呢一度，願新嘅一年能夠平安順遂。